聖經羅馬書11章26節，於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經上所記，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，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惡。呢度所講緊嘅係將來7年大災難前教會被提，7年大災難之後耶穌基督要翻嚟，耶穌基督嘅呢位救主喺錫安出現，要拯救以色列人，即係話以色列人佢哋都有一個榮耀嘅將來，都會信耶穌。呢度講到話全家得救，唔係指每一個以色列人都得救，係指會有以色列人得救，同埋以色列嘅呢個國度必定得到復興。因為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，7年大災難嘅末了，耶穌基督要出現，救主喺錫安出嚟，要消除雅各家一切嘅罪惡，佢哋要信耶穌，好得無比。神嘅救恩何等奇妙！我係鄧英善牧師。